我係班，本身係你面上普通嘅底層工人，今日又嚟咩鑊啦？區幾個斑點，生咗又如何？我冇諗過搶嘅，更加冇想毀你容。我只係被黑色素老闆被逼出嚟加班，紫外線好似催命符一樣，敲打住皮膚底層。黑色素細胞一激動，就加班 OT 生產我。我原本留喺基底層默默搬磚，結果一唔小心被推上位，成為你鏡入面最討厭嘅嗰塊陰影。你憎我，但你唔知，我嘅出現只係為咗擋陽光同你保命嘅。冇咗我，你嘅皮膚早就被紫外線直接傷害，變得曬傷發炎。有人話我係歲月嘅印記，初為母親嘅象徵，都有人話我係保護皮膚屏障失敗嘅證據。但其實喺25歲以後，皮膚代謝能力衰退，捱夜壓力荷爾蒙波動，都會令黑色素工廠越嚟越失控。就一粒斑，到底收埋幾多生活壞習慣？就憑一堆偏方無認證產品，就想趕走我？冇可能！皮膚屏障俾你磨得千瘡百孔，我反而扎根深處。你越激進，我越頑固，最後你嘅皮膚敏感、乾、暗沉。仲湧出新斑，想趕我走？可以，你需要俾我一條退場嘅路，直到三擊出現。佢唔似其他人咁想強行消滅我，而係先幫你修好嗰層受傷嘅屏障，穩定黑色素嘅暴脾氣，再慢慢代謝我。我叫斑唔係敵人，只係信號，提醒你應該休息同防曬，應該溫柔啲咁對待自己。當你識得照顧自己皮膚，我自然就會悄悄退場。